1703年1月30日，47名浪人衝入咗一間大宅入邊，刀起刀落之間，將地主吉良嘅首級斬落。完成使命之後，佢哋手揸住呢個頭顱喺雪地上面緩緩離去，血一滴一滴染紅晒成個白雪地。呢次嘅任務順利完結，但係入邊就象徵住太多太多嘅犧牲。關於呢個故事，就等我哋從頭開始講起。自古以嚟，復仇成功嘅故事，人人都中意睇，因為佢夠爽。假如今日有人搶走晒屬於你嘅所有嘢，你會點樣做？係咪要對方負起翻相應嘅代價？復仇之路絕對唔簡單，因為裏邊包括咗隱約負重、破釜沉舟、臥薪嘗膽，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喺日本嘅民間流傳住一個關於復仇嘅歷史故事，叫做浪人47，係47名浪人一點一滴去實行自己嘅復仇計劃，係長達2年嘅屈辱、妻離子散，同埋一場注定用切腹嚟收尾嘅悲劇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歷奇社，我係 Jasper， 希望大家可以 CLS 一齊了解多啲呢個世界發生過嘅事。18世紀初嘅日本，各地有唔同嘅大名去統治，我哋亦都可以叫呢個大名做藩主。武士階級就效忠所屬領地嘅藩主得以生存。對於武士嚟講，領地就係佢哋嘅一切。延保3年，喺一個名為赤穗嘅藩入面，淺野就繼承佢嘅祖業，成為咗第3代嘅藩主。成個藩內嘅人民就各司其所，國泰民安。當時嘅日本，每當有重大嘅儀式，例如係將軍更替、特別慶典，天皇所在嘅京都朝廷就會派使者去到江戶，而幕府呢就會安排大名去負責接待。而今次都唔例外，淺野就受命前往去到接待使者，佢先係要去到江戶學習有關接待嘅禮儀，而教導佢嘅就嚟自高階嘅吉良上野介義央。1701年嘅3月14號，喺江戶城裏邊，淺野突然間拔刀向吉良斬埋去，一刀落去，吉良受傷，佢冇死到。但係江戶城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注重秩序同埋禮儀嘅地方，城內係嚴禁拔刀，拔刀就會好大機會被判死刑。聽講係因為吉良要求淺野俾贈禮，淺野唔俾而受到刁難。總之一切都未水落石出嘅時候，德川幕府就好快做出咗判決，淺野佢需要即日去切腹。藩主嘅死亡，赤穗藩嘅領地亦都俾人回收，本身隸屬嘅家臣全部失業，就係咁一夜之間，幾百個武士變咗做浪人，變咗無主嘅武士。消息好快就傳到翻去赤穗，好多武士聽到之後都晴天霹靂，自己突然間冇咗領主，冇埋身份同埋名譽。當時好多人提倡要抗議，要上訪江戶城，要去斬殺吉良。赤穗藩嘅家老大石良雄企咗出嚟，佢提出先交還赤穗藩嘅領地。作為當刻背負住成個赤穗藩嘅人，佢需要了解清楚成件事，再慢慢從長計議。嗰一刻，所有人都話佢係懦夫，話佢背叛咗主君，屈服於幕府。但係大石就好清楚，一時嘅衝動都只會換嚟無意義嘅流血。要真正咁討回公道，佢哋必須要忍啊！等嘅就係嗰一刻，當全世界都以為佢哋變晒做廢人，一啲要挾性都冇嘅時候，就係佢哋捲土重來嘅時間。接下落嚟嘅700幾日，大石同埋願意跟隨佢嘅人就開始咗以忍為主題嘅非人生活。第一件事，為咗唔好連累到家人，大石主動逼佢嘅妻子同自己離婚。佢簽咗休書，要同自己朝見晚見嘅妻兒斷絕關係，以後都唔會再見自己。之後大石仲搬到去京都嘅祇園，以往莊嚴嘅武士就開始每一日都沉迷茶屋，流連花街柳巷。佢哋逼自己每日都放開晒咁樣去玩，飲到醉一醉，有陣時仲會將自己個頭埋喺啲街邊嘅嘔吐物入邊瞓一夜。身邊嘅人見到佢哋就會當佢哋好似流浪狗咁樣，講一啲難聽嘅說話，踐踏佢哋嘅自尊。有陣時仲會向佢哋吐口水。傳聞甚至有其他藩嘅武士喺街上踩到佢哋嘅身體，鬧佢哋係連狗都不如嘅廢人。大石佢冇反抗，對佢嚟講呢一啲只係一啲小屈辱，對比起佢心目中嘅復仇大計，對比起佢哋因為失去家園而受嘅屈辱，呢啲簡直係不值一提。另外一部分嘅赤穗浪人就分散喺江戶同埋京都嘅暗角，為咗隱藏身份，有啲人成為咗木匠，有啲人賣米，甚至喺街度賣玩具。有啲浪人為咗打探吉良大宅嘅內部結構，不惜放下所有嘅自尊去討好吉良家嘅下人，甚至隱姓埋名娶吉良家嘅親戚，就係為咗偷取一張大宅嘅建築圖則。佢哋呢種堅忍唔係淨係一日半日，而係700幾個日與夜。呢2年嚟，最可怕嘅已經唔係吉良或者係幕府嘅監視，而係時間同現實對於自身信念嘅考驗。忘記屈辱，繼續生存落去，可以非常簡單，非常輕鬆。貧困、飢餓、家人嘅不解，同埋對於未來嘅恐懼，事實就係越來越多人都選擇唔去跟隨大石去復仇。每一次都有人離開，但係大石都唔會去怪佢哋，因為佢明白喺呢個功利而且殘酷嘅世界，想守住一啖氣，呢個代價實在太過於沉重啦。由最初嘅300幾人慢慢減少去到100人，
最後得返46人，加埋大石良雄佢自己就係浪人47。1703年嘅1月30號深夜，江湖大雪，一座大宅外面企住47個人，佢哋手持住刀、長槍、弓箭，佢哋係嚟復仇嘅。鼓聲一響，佢哋衝晒去大宅入邊。喺正門守門嘅家臣仲未反應過嚟嘅時候，門已經俾人撞開咗。第一個人瞓低咗，而血染紅咗白雪。吉良嘅眾多家臣開始驚叫奔跑，而有啲人就開始拔刀相向。無奈係呢47個男人實在太有紀律性，同埋目標太明確。佢哋只係一直喺度問吉良喺邊，唔答嘅人就將佢哋全部斬落。佢哋亦都冇戀戰。隨住漫天雪花嘅散落，好多反抗嘅人就逐漸被擊倒。吉良嘅家臣死傷慘重。倉庫、床下面、衣櫃、暗門，一直都係揾唔到吉良。佢哋一度以為吉良已經逃離咗，直到有人發現一處唔尋常嘅儲物室。佢哋打開門板之後，發現後面有個暗格。佢哋拉開個暗格，見到熟埋一嚿嘅吉良。大石良雄就將佢主君淺野當年切腹嘅刀擺喺吉良面前，逼佢道歉同埋切腹。吉良嚇到全身都震晒，佢一聲都答唔出。刀起刀落，吉良就瞓咗血海入邊，佢嘅首級俾人割咗落嚟，直到臨死前一刻都係冇辦法真相大白。47名浪人帶住吉良嘅頭顱穿過咗江湖嘅街道，佢哋一步一步咁行去全岳寺，將佢嘅頭顱撞喺嗰度。47浪人喺完成咗復仇之後，佢都明白自己犯咗法，而佢哋認為自己嘅主君淺野得以沉冤得雪，自己嘅武士尊嚴都得以維護，都坦然咁樣向幕府自首。當時江湖百姓同好多嘅武士都同情佢哋，幕府冇辦法當佢哋係普通罪犯咁處死。最後幕府選擇咗一個折衷但係殘酷嘅方法，呢47名浪人被命令切腹。佢哋一生所貫徹嘅武士道精神，最後都以一個極其武士嘅方法完結。等我估下先，大家睇到呢度會唔會覺得呢47個人用咗2年極度痛苦嘅時間，最後只係換嚟一個切腹嘅結局，好無聊，好幼稚。坦白講，我一開始睇呢段歷史嘅時候，我心入邊都有呢個諗法，何必呢？留得青山在，換個身份好好過日子，唔好咩？但係當我睇得越深嘅時候，我先明白，對於當時嘅武士嚟講，恩情同埋尊嚴真係比佢哋條命更加重要。喺我哋今日呢個凡事都講求 CP 值、講求回報、講求利益嘅世界，佢哋嘅行為睇落的確係極度不智。但係正因為我哋習慣咗精明，我哋習慣咗妥協，睇慣晒一啲功成名就嘅故事，當我哋見到300年前有一班咁樣嘅人，願意用佢哋條命去守護一個近乎天真嘅純粹嘅時候，我哋先會徹底俾人打動。佢哋令我哋見到喺呢個世界嘅曾經一刻某一個角落，有一班人用忍耐、用忠誠去實踐一個復仇故事，俾我哋見到呢個現實世界嘅另一個走向。